使徒行传第9章36节到43节。36节，伫约帕有一个女信徒，名叫做大比大，希腊语是多加，伊有做真济好事，真济善车人。伊破病死去，人洗伊的尸体了后，甲伊下伫楼顶的房间。因为女大离约帕无远，门徒听到彼得伫遐，就找2个人去遐，求伊讲：“请你赶紧来阮遐。”彼得就起来，甲因做伙去。伊一个到位，有人带伊去楼顶的房间。所有的寡妇拢围伫彼得的身边啼哭，摕刀甲生前做的内衫外衫互伊看。彼得叫大家拢出去，就跪落去祈祷，然后活过去对尸体讲：“大比大起来！”刀甲目睭剔开，看到彼得就起来坐。彼得伸手甲伊扶起来，后来叫遐的信徒甲寡妇拢入来，互佫活起来的刀甲甲因见面。这个消息传遍约帕，就有真济人来信主。彼得伫约帕一个番皮师傅西门的厝住真济日。